搞炸搞炸。和顺国小，有，嘿，甲我的朋友约伫咧遐，因为伊要带我去，伊有种一片迄个树林啊，伊要带我去看伊即马种的情形安怎，想说看有啥物石头我会当倒做，哪做哪学一寡伊的理念，所以我甲伊约伫遐啦。来坐好哦。搞炸，老师。搞炸。安怎称好？嘉荣家用，所以等下你嘛是要来像那遐做事吗？安尼就好啊！我本来想讲哇，我这个菜椒啊，外行的，我去唔知会越帮越忙无？来佚佗啦！好。所以咱等下是直接来像那遐吗？对，一条对仙人去，高速公路去紧啊就到啊。是吼。阮迄块森林拄啊好伫迄个高速公路边，是台南位置上好的森林。是吼，因为交通方便。对，而且伊60甲，足大的。所以迄个有去保留落啊，阮实在是足欢喜的。来哦，大家来倒搬哦。阮的森林狗啊。对啊，那是树林，阁是一个，那个是工作场对无？这是阮咧饲芳放芳的所在。来，所以咱是要先来甲放出来，无伊安尼坐车动动来海足久的，安尼真容易徛头前。看又要飞出来无？伊若无，咱等下开来甲人的。这只要起飞啊哦！加油！你的厝够啊，就是这片树林。我当时啊，若是在芳啊，伊要出来，是要安怎？甲声，还是有啥物方法？无来，你的手来。我的手。嘿，你的手来。袂搞定吧？袂。安尼就飞起啦。我袂好紧张，惊一个惊半个尔，伊就飞起来，安尼又甲我จิ้一个啦，安尼。老师，阮这芳是对来的，佫为虾米要特别甲带转来这树林内底，佫甲放出去咧？这只芳伊就是离家出世的。是。好，是那离家出世会佫甲掠喙佫掠断啊，就是因为我要做记录。好，因为我要知影这片森林内底有啥物芳种，伊的数量差不多有偌济，啥物时阵会出来？这种芳是一定要坚持早回来原地的所在。台湾的迄个生物多样性足悬，是，伊甲其他的芳种都袂合，袂合就会煮，而且嘛是惊基因污染。像这只，伊的花语有一个名叫做狩猎蜂，伊会晓拍蜡，伊对咱环境足重要，就是讲有伊伫咧，咱就袂一寡啥物糖也大发生，不会。好，因为伊咧甲你食嘛，安尼好，安尼我知影伊的重要性啊，紧帮你出来。犀利哦！好，这涂骹18档无扫啊吼。啥物物件拢会有，所以你行的注意爱细腻。松啦，系啊，这个树条啊足高的。对，你来看这张树啊。这张。你若伫都市的公园内底，敢有看过树根生这个款？伊是因为要拔倒啊。对，因为伊这张树啊，捌有一段时间，伊强要倒去，伊这条根就开始发达起来，甲挽掉的。这就代表伊这张树啊，伊家己取得平衡。
咱伫都市内底有的管理单位，伊无这个认识的时阵，伊会讲啊，这讲搬倒固掉。哦，固掉。老师，这张是啥物树啊？哈，这张哦，桃花心。咱台湾应用嘛是做林在用，但是因为伊伤到生炭，所以即摆目前算是入侵种啊。哇！好，但是你会当看伫这个森林内底，会生甲足济大甲四季拢桃花心袂。森林伊有伊家己的平衡的机制啊。哦，所以讲咱人定定咧烦恼讲啊，迄伤济啊，爱甲臭掉。哦，迄发伤济，迄变强势种，爱甲臭掉。然后有需要安尼？无需要。哇，安尼佫学着啊哦。所以咱莫假报啦，莫假报。对，人唔通伤假报啦。你看，看啥物？这个就是刺冠层，一个森林的标准配备。是。中要有刺冠层，下底要有地被。好，所以讲起来就是爱有3缘的3层。对，上少。所以你也看这18档无扫土骹的所在，土地公咧经营的所在，对咱看就是标准的森林啊嘛。你像这个角度看起来，日头啦炎的时阵拍落来，你看迄个光线，迄个景会足水的。头前遮就是咱的蕨类地界。哇！这个森林内底，啥物款的物种拢有。上有价值的就是这蕨类。前一阵玉井39度半，玉井离遮无偌远。对啊。是安那油材料，搁离遮生炭。这就是这个森林的威力啊。搁这个土壤。对，这个土壤。对，所以讲咱通常咧看一个森林的时阵，咱拢敢若看到树啊，毋是。干那树啊叫树拿，嘿，这是森林，无同款。你像我若这相片翕出去啊，真侪朋友看到讲你去山拿溪哦，我讲无啦，这是阮认得，大家拢目睭瞪啊足大蕊。那有可能这白地呢？对啊，嘿，真正就是你认得啊。哦，嘿啊。所以讲，这块土地宝贵就是伫遮，环境的多样化，这就是那讲咱要保留这片森林上重要原因。所以讲，这果真正足重要，因讲是指标啦，对，一个环境的指标。嘿，你会当等下讲一个森林有材料，互这个环境优化到这种程度。咱森林内底无啥物好物件，大家凊彩食者，中昼时啊，凊彩食哦，有够青菜的。阮拢安尼凊彩尔。我足欣赏的，真正。遮咧食饭就是咱周边有的物件，拢会当摕来做你的材料，参像这个叶啊，你会当挽落来细细的，当做你的盘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安尼袂流出来吗？袂，你着先甲迄面先烤一下，搁有蒜头豆油。甲淋落。当然嘛爱蒜头豆油啊，哈哈，够有够味啊，嘿。所以咱这叶啊是啥物叶啊？这血桐，所以血桐安尼煮的是无毒袂要紧的，对吧？对，咱台湾的原住民，因的垫菜血桐的其中是。了解。这叶啊，安尼一只就甲hit伫咧心内底，啊来。免洗碗。对，妈妈就轻松啊，爸爸嘛欢喜啊。